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reamy，呢個頻道叫做美容瘦靚正，我有超過30年嘅美容行業經驗。喺呢個頻道會同大家分享最實用同埋行裏邊嘅美容小知識，同大家討論一下美容啦、保健、皮膚、飲食等嘅問題，令我哋嘅皮膚嘅影響啊。如果鍾意呢一類嘅內容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鬧鐘，咁我哋有新嘅影片嘅時候就會收到我通知㗎啦。好多人以為生暗瘡呢係因為食太多熱氣嘅食物、薯片、炸雞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一下咩食物真係會令你生好多暗瘡呢？原來唔係薯片，而係牛奶喎。原來牛奶、乳酪、雪糕、芝士都有天然嘅激素，食咗之後呢，佢會生長好多嘅 IGF-1 嘅生長因子，令到你油脂分泌勁啦，咁毛孔就會變粗啦。第二樣好多朋友都中伏嘅呢，就係好高糖嘅食物，例如甜品、白飯同埋西瓜。呢啲升糖嘅食物都一樣可刺激胰島素 IGF-1 㗎，佢哋會令到皮膚油脂分泌增加，炎症加劇，咁當然就唔會停啦啲暗瘡。相反，大家食多啲糙米、豆類同埋蔬菜，就對皮膚會好好多㗎啦。第三個重點係 Omega 脂肪嘅比例，太多 Omega-6，即係食太多肉呢，都係會比較容易有炎症嘅。建議大家食多啲 Omega-3，魚、牛油果、合桃理想嘅比例就係1:1啦。朱古力都係一個致暗瘡嘅陷阱，因為朱古力有奶同埋糖。可可呢個成分呢，都係會令到皮膚發炎嘅噃，唔係完全唔食，而係適量。如果想幫皮膚快啲修復嘅話，可以食多啲含鋅嘅食物，例如蠔啦、堅果、菠菜、菇類都可以抗炎同埋減低細菌㗎。但係要注意，成人每日攝取40毫克就夠啦。如果想改善暗瘡，除咗用對產品之外，亦都要識得揀食物啊。記得讚好、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身邊鍾意扮靚同埋受到皮膚問題困擾嘅朋友啊。如果大家皮膚上有啲咩問題，都可以留言，我會盡量抽時間去解答。希望用到我呢30年嘅美容嘅經驗去幫到大家，同埋分析返大家屋企用嘅產品究竟啱唔啱你用，有冇買錯。其實用錯產品嘅話，仲慘過唔用㗎，所以有陣時貴未必好。最緊要就係揀啱皮膚所需嘅成分嘅產品。呢度係分享我30年嚟美容嘅經驗，大家亦都可以向你哋嘅皮膚科醫生去查詢㗎。下一集我會講解點樣揀一啲啱自己用嘅產品。